林振昇議員4分鐘疑問應答。好啊，多謝主席。咁就呢個項目都係就住呢個鐵路咧做一啲即係前期嘅勘探啦。咁我都係支持嘅。咁不過有啲具體嘅想了解下啦。咁其實你哋都估算過即係將來嗰個使用量嘅嚇，就話初期同埋遠期咧就每日嗰個客流量咧都分別係29萬同38萬人。咁我唔知遠期係遠到邊個時間啦。咁不過即係睇下做呢個研究嘅時候係咪可以再更新一啲嘅估算啦？因為我哋過往好多嘅鐵路，譬如話西鐵最初咧起嘅時候咧都冇遇到係咁滿嘅嚇。咁另外有啲關口，譬如話蓮塘口岸初時起嘅時候咧都冇估算過，即係嗰個人流係咁多嘅，即係又要打蛇餅啊。咁我諗即係咪可以再即係喺嗰個估算上邊咧就預鬆少少啊？係為咗未來即係幾十年嘅發展啊！甚至將來如果真係唔夠用嘅時候咧，即係都預留一啲嘅方案咧，係做一啲即係簡單嘅擴建啊咁樣啦。咁呢個第一個啦。咁第二個咧喺嗰個具體嘅費用嗰度咧就係C項嗰度咧就係用2500幾萬咧，就委託深圳市政府咧為後海灣嘅海底鐵路隧道嗰個工程咧，即係香港段嘅，就進行嗰個詳細嘅設計嘅。咁即係我唔知，即係香港政府係咪同深圳市政府有一啲嘅協議嚇？即係具體嗰個即係安排係點樣咧？係咪即係已經呢個費用就全包嚇？或者到時咧喺研究到有一啲特殊嘅情況之下，要增加啲費用咧？咁你呢個即係項目咧係委託咗深圳市政府去做，咁其實係唔係比香港我哋自己揾一啲機構去做，即係嗰個費用會平好多咧？咁最後咧就問埋其實文件嗰個9C 嗰度咧都有講，我哋嗰個原則咧就係同步建設，統一營運嘅。咁各自各起啦。咁將來咧都會揾一個統一嘅承辦商咧去營運成段鐵路嘅。咁想問下具體即係揾個承辦商咧係我哋香港呢邊嘅政府都有招標去揾啦，定還是深圳市政府嗰邊咧亦都會係嘗試揾一啲合適嘅營辦商。咁到時如果大家都有一啲適合嘅營辦商係即係你哋同深圳市政府係點樣處理咧？即係會唔會深圳嗰邊嗰啲公司就可能即係嗰個費用啊會平啲？咁當然成個嘅鐵路項目咧就仲有其他嘅考慮因素啦，包括嗰個營辦商過往嘅經驗啊、安全記錄啊、可持續性啊等等呢啲因素嘅。咁想問下即係嗰個統一嘅營辦商其實同香港同深圳嗰邊係點樣安排啫？嚇，多謝主席。係邊位？係咪唔該蔡常備。係多謝主席，多謝議員嘅提問。首先講咗呢一個，我想講一講整體。廣深西部鐵路呢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跨境嘅基建，我哋都好多謝議員呢喺事務委員會啊或者其他嘅場合呢都支持我哋呢一個項目。咁頭先嘅提問好明顯都係一啲係支持呢一個嘅建設，只不過喺當中當然有一啲嘅提問，我哋希望呢盡量做到盡善盡美。但係呢個因為都喺設計嘅階段呢，有一啲嘅工作呢都係會喺繼續嘅進行中嘅。咁有其中喺呢個建設入邊呢，我都想先講咗3個元素，跟住再解答議員嘅提問，好快嘅啫。第一就係我哋咧係需要發揮到呢個一國兩制嘅制度優勢。咁因此呢，我哋絕對係會發揮香港喺公共交通營運嘅世界排名第一呢一個優勢呢，我哋必須要做得到。咁等就喺營運嗰度統一營運都會解答多少少。咁另外呢，但係我哋亦都要明白呢，內地嘅基建嘅速度、質素同埋成本效益呢係舉世矚目，我哋都係要引入呢一方面嘅工作，令到我哋嘅基建呢係提速提效。第二呢，就係要盡量便利到兩地嘅居民。咁因此呢，我哋等陣可能都會有議員呢關注到一地兩檢嘅問題呢，我哋絕對會採納呢一個嘅優秀嘅案例嘅。另外呢，就係喺頭先亦都提及到呢，就係廣深呢雙方係絕對要做到同步同速提速提效。喺呢一度呢，我哋係已經成立咗高層嘅專班，係同意咗整體嘅規劃，
咁所以咧就頭先講嘅一啲嘅工作咧都會進行。咁就住一啲具體嘅建議咧，同埋事項咧，第一就住我哋提供嗰啲數字咧，遠期嚟講咧，我哋係以2046年為單位。咁但係咧，我哋今次嚟攞撥款咧，正正就係希望咧係為未來去建設嘅。因此咧，任何嘅擴建又好，或者嗰個乘客嘅數量咧，我哋都會再進行估算，同埋亦都係特別係會希望喺未來咧，好似議員所提及啦，我哋希望咧將來係能夠可以咧係做到盡量有擴建嘅空間又好，或者有一啲嘅方便到市民嘅嘢都會繼續做啦。第二就係話喺深圳灣嗰方面，點解要有個費用係要提供俾深圳嗰方面呢？因為後海灣隧道呢係跨越咗香港段同埋深圳段嘅。咁由於呢，佢喺個後海灣度呢，其實係喺一方去做係比較容易一點。咁所以呢，我哋呢個同港深政府兩邊呢係已經達成咗共識啦。個設計費呢係會包含咗一個香港段喺後海灣嗰段嘅。咁呢一個費用嗰個數字呢，其實都已經係達成咗共識。當然啦，實際嘅費用呢，將來會有一個進一步嘅溝通去確實咗佢嘅。特別係因為有啲勘測嘅結果，可能都會預算喺度。但我哋依一刻嚟講，覺得呢個數字係足夠嘅。第三呢，就係同步建設嗰方面統一營運呢。因為呢條跨境嘅鐵路呢，當然係兩面去接駁咗兩地嘅居民同埋個兩地唔同嘅點個站點嘅，咁因此呢，係需要係用統一營運嘅方式呢，係去確保單一機構去提供同埋管理服務。咁究竟具體嘅而言呢，頭先講到我哋港深雙方都會去揾我哋嘅營辦商去睇睇究竟最終嗰個統一嘅機構營運係點樣做法。咁我哋專班度呢係會商討呢啲細節嘅安排。但我頭先講咗，我第一個元素呢係必須要發揮到我哋香港公共交通營運呢係我哋真係世界第一呢個排名呢，我哋得來不易。我哋會喺一條鐵路都要確保一樣嘢係出現。咁因此我哋港深雙方都會係循住呢個方向係點樣去確保一個營運係最有效嗰方面呢，我哋會係咁樣工作嘅。多謝主席，多謝。